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7个境外病例，无本土病例。今仔开始注疫苗会使清2天无薪水的假。警方侦办餐厅红棒加抓，昨抓到5个人，其中4个人有恶道背景。警方表示，应该是甲餐厅债务求付纠纷有关系。台中市透早又有人啉酒赛车弄死一个70岁阿嬷，一个驾驶一台车就去买秘鲁，想要逃避纠察。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7个境外移入的病例，今仔无增加本土病例哦。对今仔开始注疫苗会使清2天无薪水的假。伫指挥中心下晡嘛公布目前未着病人体内是虾米款的病毒，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有新增7例境外移入的病例。110年5月5日起，实施不支薪的疫苗接种假。那适用的对象就所有的劳工跟公务人员，那公司部门一体适用。那假是从接种日，他从接种那天可以请假。那当然，他如果不舒服可以请假到接种次日24时止。昨天讲这个1153，其实这足迹并没有变，只是这个4月29号的时间，确定是，等于是4月的清晨的1点10分到3点25分。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一次群聚主要的英国变异株有造成就是这个华航跟诺富特的这个群聚，1102的这个家庭群聚可能是另一起。华航技师甲诺富特饭店的群聚感染继续扩大，指挥官陈时中嘛讲，目前的疫情已经正接近社区感染了。有民众嘛伫面册表讲，诺富特饭店暗坎4月23有团体人客70个人住伫饭店的记录。因表示，因已经主动有卡1922专线通报，嘛批评诺富特饭店真恶质。民众伫亚寮公社普文表示，得到桃园市旅游补助70名团客4月23住伫诺富特饭店，也毋过饭店却有隐瞒入住的记录。后来旅客主动卡1922通知，批评诺富特饭店真可恶，也不满桃园市政府落实灵气，防疫旅馆也补助。希望地方和中央赶快来做检讨改善，不要说做防疫旅馆又在收旅行团。从国外进来就第一站就在你那里，没有把关好来这个防疫的旅馆，所以呢造成今天的困扰。我们希望不要再有诺富特事件。政府表示，诺富特饭店按照民航局规定，旅馆指定作为国际航空机组员防疫旅馆，本馆部分无申请做防疫旅馆，是正常营运的国际观光旅馆，所以旅游补助审查并无禁止申请入住。也毋过，本馆关楼站申请是华航员工宿舍，作为机组员检疫处所需要通报，针对无通报的部分，依规定爱处罚。华航跟民航局要厘清，就是说，到底华航宿舍跟一般旅馆，用分层的方式管理，那没有提出防疫旅馆的申请，那这部分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要求是否一致？立委参认为，机组员的检疫处所虽然是由民航局统一管理，航空公司执行，使用的旅馆部分应该以独栋方式来进行。也讲到交通部已经请民航局针对华航未来管理制度做个分层分流，检照防疫风险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华航甲诺富特饭店已经有28人胃着病，其中有一个做过第1剂 AZ 疫苗的技师嘛胃着病。医师黄立明是表示讲，注疫苗爱过2礼拜才会产生抗体。黄立明嘛建议讲，华航全部员工，包括地勤、空服员甲柜台，应该全部的人拢爱采检，嘛爱抽血验抗体哦。详细来了解整体感染的情况。华航技师甲诺富特饭店的感染风波已经造成28人感染，其中按已经53名华航技师，伫顶个月2日才做过 AZ 新冠预防针。验过这人9天，就因为有呼吸道症状，经过采检了才确诊，引起外界质疑讲，是毋是注预防针无效？对此，国内专家讲，预防针注射了至少要2礼拜才会产生抗体，而且这个注第一档的保护力，敢若5成到6成，也是有感染风险。一针 AZ 疫苗的效果大概就是5成到6成，所以他第一个他打的时间其实还不够长。第二个，他只打完第1针，第2针还没打，
所以这2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被感染。另外，这边疫情也佫造成诺福特的外包水电工按1月4号确诊。指挥中心一个4月29清康饭店的时阵，并无甲伊匡列隔离，一直到5月7日才追回采检确诊。专家担心，个案有3天的可传染期，是伫社区活动4月走，真可能真侪社区防疫嘅浪棒。包工程的水电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因为他不是公司里面的人，他只是进来这个环境而已，那他是一个警讯。黄立明认为，华航内部应该有稳定的传染链，建议全部的员工拢应该做采检，并且加验肺清抗体，包括地群空服员也个柜台人员来了解整体感染的情形。另外，也提醒民众一定要接洗手、挂嘴安，降低被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也要求交通部民航局针对机组人员的检疫措施提出检讨的报告，其他检疫敢会阁调整？交通部是表示，考虑到航空公司的调度，会希望经济甲防疫会使兼顾，防疫有空帮，因会尽全力来补破网。华航机师大安诺福特饭店连续群聚感染事件，是国内疫情爆发以来上大规模。指挥中心甲交通部民航局密切讨论机组员检疫是毋是爱加强，检讨方案为目前3天居家检疫登去到过去的5天。民航局证实，航空公司有反映调派会有困难，民航局已经要求机组员爱落实防疫细节。最后检疫天数是不是修正，要由指挥中心来决定。居家检疫的时间要不要延长？我想这部分就尊重中央疫情中心的这个指示。如果说太长的居家检疫，也有可能引起整个这个飞机的派飞有问题所以想这2边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比较重要。另外，诺福特饭店虽然是观光饭店，主管机关是观光局，不过机关是申请做防疫旅馆，由地方政府稽查，不过机组员检疫管理却是民航局组织多道业者，互立委这期都是因为关系不清楚、管理不当，才爆发连续的感染事件。诺福特因为它是国际旅馆，又是观光旅馆，所以变成观光局也有它的角色，在例外管理里面，的确跟一般的防疫旅馆14天是不一样的。里面是不是？在例外中，是不是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另外，立委这期4月7日泰鲁阁事故了后，台铁阁发生大大小小50件事故，该局已经正做考核甲形容词，针对台铁礼拜2阁发生货物列车败马事件，阁被运安会认为通报有延迟。台铁表示，通报无延误，会将事故处理的 SOP 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台湾的检察长最近有正大的调动，有20名新任的检察长嘛有少年化的趋势。法务部长蔡新雄嘛向这新任的检察长表示讲，唔但爱有专业，品德嘛非常的重要。接过应讯，新任的检察长正式上任。法务部伫7月早起举行检察长长的交接典礼，检察长长真侪拢换人，这边签调一个新任的检察长，总共有20位。其中6个人是第一遍派任检察长，而且全国律师联合会也指出，新任检察长有愈来愈少年的情形。今天新任的检察长非常的年轻化，相信我们认为说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也会有助于各地检察署业务的推动跟改革。新派任的6位检察长内面，第2高分检的检察官黄志勇加蔡宗熙分别接连江加台东地检署，金门地检署是高检署的戴文良检察官接，花莲地检署是由台南的高分检察官张和宪接。也若是原本是法务部参事的张春辉加洪培君，分别派任平湖地检署加金门高分检。期许我们的检察长要以专心、专注、专责的态度来努力实践我们检察组织的新文化，不要再参加一个无谓的应酬。另外，检调人员连续发生加行李人王部长不当的接触，检察局高拍无6.5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也有真侪检察官被指控行为有违适等风波。法务部长蔡成雄也讲，要推动检察组织的新文化，呼吁检察官要有好的品德操守。若是评鉴连续2遍无达到良好，也会研究修法，甲无适任的人员换掉。
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最近因为前党员着解忧牵涉毒品案，形象是真歹。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今仔是宣布三大党务改革做法，嘛强调讲会严格来落实党章的排恶条款，加强立党审查的机制。另外，国民党团嘛公布内政部部长徐国勇甲着应公做伙食饭的影片，要求部长爱解说。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前调查人赵应讲，伊的后生赵介佑涉入毒品案，对民进党的形象伤害真大。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速度正紧开除赵介佑的党籍，主委吴怡农也提出党务改革三大方向，严格做到排恶条款，强化审查机制，希望赶紧把代志停来。第一，中央跟地方的标准必须一致；第二，我们必须要有党员的直接的联络方式；第三，我们要透过所有的我们要透过既有的公开资讯去做好我们的功课。只要有查到任何人违反我们的规定，该除名的就除名，该处分的就处分。吴怡农也表示，在赵介佑事件了后，党部也进行党员的调查。甲赵介佑共期立党的有5个人，敢若是违反党章条例，这么调查也未结束，若是确定会赶紧处理。另外，国民党团也破文讲，内政部长徐国勇甲赵应讲，各出各份黄姓国顶人责任食饭的影片，叫徐国勇爱讲清楚。徐国勇正会道，反驳讲是半恶。用这些影片来抹黑我的人，他们才在划界限，意图把我推入这里面，所以这个行为是不应该的。我不客气的讲，哪一个议员、哪个立委在照相的时候会说：“你把良民证拿出来，我才要跟你合照。”徐国勇强调，进前做明代时阵，实在赵应讲，严国无熟悉赵介佑。党部大家最近食饭的影片是正明显无正当的连结，因为伫最近民进党系列恶斗的风波，党主席蔡英文伫拜五调集民进党全国党部主委到官舍开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疫情是愈传愈严重，有真侪人嘛发挥爱心哦。有一个司机把伊的嘟嘟车改装做个救护车哦，还有一个职工伊甲车卖掉去买上锁来救人，嘛有少年人开发 App 来整理物资，送予真正有需要的人。34岁嘟嘟车司机贾维德汉恩出发去载人，准备接病人去病院。伊讲看到有人因为伤过散车，用爱将家己的染疫背部送医，实在不忍心，就改装家己的嘟嘟车，希望用为人生相当新台票1900块到3800块的救护车费用。जैसी जगह तो नहीं है मगर जान तो बच सकती है इस गाड़ी से। लॉकेट था वो बेच के हमने ये पूरा बंदोबस्त करा। ये भारती जैन मैडम है, उन्होंने सिलेंडर दिया। नरेश जी हैं, उन्होंने इसके अंदर मीटर लगवाया। 不过，贾维德的救命路唔是一开始就真顺利。伊伫马德亚邦封锁期间，因为无通行证被警察抓落来，引起社群媒体怒火。警方则撤销指控，佮发回一张通行证。伫孟买32岁被叫做上诉人的沙赫，到即马已经为数千人免费提供上诉。这份心意来自朋友有心的表示染疫，煞伫个送医的途中缺少上诉死亡。伊去年6月卖掉修路车，买上诉桶，佮电开器具，伊捌为作梦病院的病人跋涉数10公里找上诉。伊认为这是对一个人信念的考验。पिछले साल लगभग हम 4 से 5 हज़ार लोगों तक ऑक्सीजन सपोर्ट पहुंचा पाए थे। शॉर्टेज की वजह से ब्लैक मार्केटिंग शुरू हो गया। 印度13亿人口当中，有2/3的人年岁在35岁以下。这波疫情，政府予人批评防疫不够力，出现部分少年人承担重大。17岁女学生布拉萨德甲一群年岁在14到19岁之间的朋友，开发物资统筹 App， 一直接电话过滤营用的医疗物资登录，予人取用，而且一礼拜7天，每天24小时运作，随时更新上新的状态。The most challenging aspect I would say is when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sources for someone. 不过因愿意坚持，因为救命要紧。最近一摆成功任务是伫半暝苦等2点钟，总算为人找到丧尸桶。公司新闻王运玲报道。中国今年5月初一长假，因为中国疫情缓和，旅游的市场真旺，各省的风景区人拢吵。统计这几天，全国的客运量会有2亿6500万人次，算是史上移动了上厉害的5一假期。
们游客可以去南门这园，南门上面人少。伫北京看过元明清3代皇家园林、金山公园，伫五级黄金周游客真多，自入口所在就排甲路长，东城区的商业区、咱路过巷，西过人是密。北京国强瀑布机开馆的时间也提早半点钟。伫防疫原则下实施有序分流，每天的游客限制伫3万人以内。不过民众对疫情已经无啥担心，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放心了，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因为本来控制的就比较好，另外呢，现在不是也疫苗已经出来了吗？因为疫情嘛，一直都没怎么出来，然后现在人还蛮多的，还挺高兴的。去年5月长假，因为防疫封锁，真侪人拢无法度出门，真翕。客运量比往年一年减少1级。今年疫情有小可较稳定，出现报复性的旅游加消费潮。因为也是无法度出国省，所以大部分拢是伫咧国内旅游。中国的交通部估计伫5天的假期内，全国的客运量会到2亿6千万人次的史上新高，平均每天的铁公路运量会超过5000万人。对于线上的旅游娱乐平台讲，黄金周假期的订房比疫情之前增加4成。二月距离过年进前的疫情有几多变小规模反弹，所以真侪人拢取消旅游计划。即便大家拢规个拢走出来，航班的计数已经回升到疫情之前，经过旅馆、租车也拢客满，计数也加真贵，摆脱进前的疫情的影响。业界估计，即便旅游消费会超过疫情之前1000多亿人民币，搁再创历史新高。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来看巴西5月初4，一间幼稚园发生命案，一个18岁的少年家举刀仔走去幼稚园内底，杀死3个细汉囡仔甲2个老师，拢总造成5个人死亡，嫌犯嘛自杀，送上病院抢救。警方伫现场搜证，记者发现凶手的刀看起来较长。这是早起10点，伫巴西南部圣卡塔琳娜州萨乌达德市的一间托儿所，一个查甫人凶一摆提刀扑人，造成5死，还佫一个囡仔轻伤。嫌犯最后用刀抬向家己的阿妈棍巴肚甲身体。E ao chegarem aqui na creche, acabaram se deparando com uma cena extremamente brutal, né? Onde havia já algumas crianças em óbito, uma servidora também já com sinais evidentes de óbito. 官方无讲囡仔年岁，暗过地方媒体报道是6个月大到2岁之间。Eu vi as meninas da limpeza, né, que conseguiram sair primeiro. E ele eu não cheguei a ver assim, né, só dele entrando na creche, mas a gente achava que ele era pai, né? 警方表示，凶手18岁，犯案动机无清楚、无前科。圣卡塔琳娜州州长内内宣布全州哀悼3天。巴西最近一摆重大校园攻击案是发生伫2019年3月，里圣保罗无偌远的苏萨诺小镇一间公立中学，2个福建人伫校园开枪，造成8人死亡，了后因就自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国内的消息，今仔是24节气的日系，受到今年5月号头一波方面的影响，今仔气象局针对基隆、北海岸、各有大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除了北部、东半部地区，各有马祖一寡所在卖落大雨。也毋过桃园以南雨量是无介济，只有20到40毫米哦。这波方面会以真紧的速度经过台湾，所以对可看的帮助无介大。台北市拄落过雨，真侪人拢前步外套。今年5月3号，第一波方面报道，气象局一早起就针对大台北山区加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北部地区的温度小可有降落，降雨明显。东半部加马祖地区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不过桃园以南地区降雨大概只敢20到40毫米。对最近的帮助不大。那这波封面的话，其实结构并没有很好，而且通过的速度相当的快。目前看起来比较降雨比较明显的地区，大多集中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几率比较高一点。至于在桃园以南的地区的话，可能降雨会稍微比较少一点。伫拜三暗方面通过了，天气就会慢慢稳定。拜四、拜五各地全部拢是最云到好天的天气。只个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到拜六如果有一道风面会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北部、东半部会有局部降雨，其他地区降雨情形依然有限。在台湾的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的降雨，
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比较局部的降雨。那这波降雨的话也是不多啦，所以对于水情的帮助也不大。那下周一、下周二这段时间的话，就天气趋于稳定，大多恢复到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5、6月份是台湾的梅雨季节，不过这么台湾拢是微动性的方面，想要等到大范围的降雨，替水库入水，永远就要等到滴流性方面。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滴流性方面往年拢是5月中下来，不过气象局讲，今年就要等到5月底到6月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警方侦办餐厅防绑加抓一案，早已经甲涉案的5个人全部拢抓起来。警方调查嘛发现讲，其中有4个查甫人拢有乌道帮派的背景，会绑加抓掠事应该是甲餐厅的头家甲人有1500万的债务纠纷有关系。警方嘛要追查背后上主要的嫌犯。涉嫌伫初3暗时到旧新会餐厅也加抓的嫌犯，被警方移送法办。因为案发的时阵，台北市的警拄直接食饭，双北市警察局长拢到场。餐厅煞被也加抓，引起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拼命咧侦办。除了进前伫新北带回一个涉案的查某人，初4暗时收网，将其他涉案人抓到位。我们得知，他们即将在台北民生西路的一个地方聚集。我们他们在集合的时候，我们的专案小组同仁就一拥而上，然后出示拘票，将他们逮捕到案，依法带回我们分局侦办。警方调查涉嫌的4个查甫人有8联邦甲1联邦背景。专案疑似因为餐厅头家高正南甲人有1500万债务纠纷，互人也加抓来讨债。不过，涉案人表示，犯案时阵唔知其警伫餐厅内底食饭。初步查证，还是犯嫌，他们有跟店家有一些债务纠纷，然后他们在犯案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办参会的对象，他们都不了解，所以他们事后也很后悔，然后讲一些说，哎，完蛋了，这下子糟了。因为台北市警方连续发生上山分局乌衣人弄害电脑的案件，甲北投分局的调解后执款案，引起各界对台北市警方执法的质疑。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也站出来精神发挥。在我个人到台北市3年半的时间里面，全部非法暴力的这个重大刑案我们100%侦破，请大家对我们台北市警察局有信心。警方目前先将5人以恐吓等罪纠办，搁继续追查幕后主嫌。因为专案真紧破案，警政署长陈家钦表示感谢台北市的同事全力抓嫌犯到案，也强调扫污未分中央甲地方，无论是挑战公权力或者是讨债，任何暴力行为拢未被允准，一定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1个月前，有媒体指出讲，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林佑贤甲教育局长张明文涉嫌干涉教师竞选，民间团体佮大师大的学生不满新北市政府拢无做出处罚，今仔是到监察院定情。不过，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这指控毋是事实，嘛望讲监察院会使调查好清楚。教生要公平，市府别包庇。大社法考户徛伫监察院门口抗议，并且递交定情书，要求监察院调查新北市府秘书长林佑贤甲教育局长刘明文涉嫌关税甲教师顶市。新北市政府在这一个截图事实已经非常明确的状况之下，却仍然去消极作为。即便在新北市教育局是没有直接权力来挑选这个正式教师的，但是他有间接的权利，会影响到这一些教师委员他的这个评选的结果。那倘若可以借由关说成为教师，到想要的学校任教，这无疑是践踏了我们的努力。1个月前，有媒体引述透过新北市府高层关系教师顶市，教育局长张明文更加是直接将相关信息传到新北市公务群组。教育局表示，中小学教师顶市过程拢是依循严格关闭程序来办理，抽签过程也拢线顶公开直播、佮录影，公开透明，强调这寡拢是不实的指控。新北市教育局强调，教师顶市是真严格。绝对会当受到公平甲高标准检核，也期待监察院的调查会当厘清事实，还原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准备要新设数位发展部来整合电信、治安等领域。立法院今仔审查草案哦，条野立委嘛拢有提出无同款的草案版本。时代力量认为应该要有防弊条款哦。国民党是要求讲行政院要讲好清楚，安怎让数位发展部未来袂成做执政党的工具。都市国家数位转型，行政院要新设数位发展部，整合电信、资讯、治安、网络，甲传播五大领域。正业草案初5伫立法院讨论，条野立委也各自提出版本，目标要成立数位发展部，或者是数位发展委员会。不过，都伫会期开始无偌久，国民党立委郑天才认为，应该先修行政院组织法才符合定时。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表示，审议过程无前后顺序，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你不是今天才当立委的吧？我当然不是啊。对啊，所有的你有可能你一个人力量要阻挡说这个法案不能只巡打下去吗？不可能。讲到这样，所有的各部会的组织法都是先审行政院组织法。未来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经济部、交通部、国发会甲行政院治安处等5大单位，要移转部分业务到数位发展部。另外，关键的人才培育，时代力量认为应该设防弊条款，人员离职了后，第2限内底免做相关营利事业的相关人员。有立委是质疑，经济部、农委会、文化部现阶段拢有相关数位政策，成立数位发展部容易好在，反而轮做数位动抢。有数位发展部，它在做整体的政策规划跟推动会比较完整，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所以今嘛不完整。今嘛拢是看浪费预算。现在因为事权比较不统一，那如果有数位发展部成立之后，它的整体的蓝图规划跟推动的进程，还有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做更细腻的规划。外界关心数位发展部需要偌济人力甲经费，会后洪表示，要等立法院通过组织法执掌，经过行政院核定才能确定。另外，疫情期间逼出真侪假消息伫网络流传，立委观察数位传播法草案的进度 ，NCC 主委陈耀雄回应，未来要甲数位发展部分工，目标伫今年以后会处理完。记者综合报道。后面规划今年6月份要公布扣碳税的详细办法。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立法院嘛表示讲，碳交易是趋势，政府正密切来注意后面碳关税的发展哦。嘛会甲国内会受到冲击的相关业者，拢会保持联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邀请经济部长王美花针对气候变迁、再生能源等等议题来做专案报告。民众党立委蔡壁如是问王美花敢有支持收碳费、碳税。王美花是无按直接回应，跟他表示讲，这嘛要考虑到碳交易，并且看机制要安怎设计，但是趋势来看是免不了。部长支持这些碳费跟碳税的一个课征吗？先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讲，因为在国内讨论是2个。你支持吗？你这个要跟碳税、碳费或者碳交易一起来看，台湾怎么设计？它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要怎么设计。那我觉得是我们短期环保署的一个专款专用，可以立刻课征的。我觉得对国际的趋势。我觉得对国际的趋势，台湾确实是应该是免不了要跟着国际趋势来走。另外，未来也是后面收碳关税，敢影响到咱的出口。王美花表示，原本后面是规划6月要来公布碳关税相关细节，一定2023年来生效。不过，即马以来无还意见要搁整合。王美花嘛强调，即马看起来后面只有针对着高耗能的产品来扣税，像讲钢铁还是水泥等等。这部分国内出口到后面的比例无讲介悬。经济部会继续甲这些产业业者维持联络，注意后续经济发展。我们也跟相关的高耗能产业有在沟通，那确实这几个高耗能产业，直接卖到欧盟的占比确实不高。王美花嘛表示，国内减碳有个相当的成效。2019年烧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比2017年减少3.9%，比亚洲附近的其他国家表现更好。未来政府还佫提出相关的政策，继续努力。记者张志雄、郑志贤台北报道。台中市南区东兴路早起有一架轿车，驾驶亲像啉酒赛车，去撞死一个过车路的阿嬷哦。这个驾驶一落车，就去便利超商买一罐蜜露啉哦，嘛互怀疑讲哦，伊是想要倒闭酒测。乌色进口车的车头因为弄甲真凶，慢慢烟里管拢已经变形，零件散甲规涂骹。
头前的玻璃嘛大面积的吹起。5号半暝3点外，台中市东兴路一段甲树义一行路口发生车祸。这台进口车弄到一个当咧行路通过路口的70岁单身妇人，附近的民众赶紧通报119，甲当伤的妇人送医急救。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看，奇怪怎么没有看到车子什么的，就明明就有撞到声音，为什么没有看到车子？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发现涂骹有长长拖行的痕，还有大片的血迹。嫌犯妇人被弄掉了后，去互肇事的车辆拖行了差不多70公尺。有民众发现肇事的本是男子一落车，就到便利商店买一罐秘鲁来啉，怀疑是想要规片酒测。他是表示自己因为受到惊吓然后到这个便利商店买酒但是经过警方到场立即就跟他做这个酒测了酒测值已经有超过标准值，警方还是依规定依法来做移送。警方表示，本市男子酒测超标，依法移送法办。警方检查本市男子的行车记录器，发现伊的车速真紧，而且路口拢无减速，就直接弄到行人。被弄的单身妇人因为几啊位的骨折，甲头壳内底有出血，上尾嘛是救袂回来。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最近，咱国内疫情较紧张，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5月14日开始哦，伫台南的成功大学举办。成大嘛已经开始加强防疫，对今仔开始，入去校园拢爱挂喙罨。成大校园内底的工人无用咧装空棒，因为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就特别伫成大举办。为着防疫，成大阁要求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领队甲裁判，拢要事先去网络顶填防疫健康问卷等等的相关资料，一定要甲防疫做甲真焦全。另外，成大各校区的入口拢有大告示，大门口的雕像嘛挂柑仔色的喙罨，提醒师生甲民众爱做好防疫。民众若入去学校嘛爱专程挂喙罨。现在在休息，我就稍微打开一下，因为整个全程都戴着，真的受不了。天气在太热，对啊，那也可以啊。是啊，对啊。因为成大的出入口非常的多，我们并没有采单一的出入口的管制，所以我们目前是由我们的所有的警卫还有保全，那他们会管制。希望进来的所有的民众、访客，通通都戴口罩。伫咧防疫的考量之下，各单位嘛有无共款的做法，亲像是台南的看守所，原本母亲节要举办面对面的恳亲活动，嘛赶紧停办。今天就5月5号，我们总共有9个人5月6号有5个人鉴于本所环境非常封闭我们超前部署，就把这一次的活动延期。等疫情结束了后，才阁恢复恳亲活动。有真侪单位嘛主动调整防疫的做法，因为最近疫情升温，那考验单位的应变能力，嘛是防疫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一寡坐公车使用有代票的新长者，也是老大人，将公车路卡拢会发出真特别的声音哦。有人感觉讲，这种声亲像要提醒大家，因甲一般的民众无共款，是真无受到尊重。交通部嘛一定伫4月中要求各地方政府请公车业者爱改善。新生障碍者或者是65岁以上的时代，若如破爱卡或者是敬老卡上高雄市的公车时，检票的机器就会发出这款声音。不过有民众对这款语音的系统感觉有淡薄压力，亲像咧让规车的乘客知影伊特殊的身份。没有关系啊，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就没有，我不会介意啊。不会啊，不过倒是觉得说。像我这个样子，一上车什么优待票，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我自己不会注意啦，但可能有些人他会 care 这个吧，因为毕竟现在的人想那么多，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其实各县市的公车路卡语音拢无啥共款。高雄的交通局表示，语音当初时是为着方便分别票证来设计，也让民众知影路卡有成功无。不过4月中，交通部已经发文给各县市政府，希望改善语音，唔通有身份的分别。将来也会透过我们的一个计划案来执行，把这个声音把它做一个统一。初步的想法也是说，是不是就是刷卡上车，就这样子。
就是让辨识说，刷卡是成功的。交通局表示，考虑到犹太票民众的感受，今年也拄好要推动验票机器的更新，按算伫10月份完成所有公车的更新。时到就袂阁有分别身份的语音，用无也会向无显示票证的方向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礼拜啦，海巡署的人员伫金门乌沙头的海边啊，发现一只死去的水流猪，检验嘛发现讲是一只为着非洲猪仔的死猪啊。金门县防疫所检验是发现讲，这只死猪啊有非洲猪仔的病毒，当场就先烧掉，嘛随消毒。4块位啊3公里内哦有一间饲鸡场，嘛随替所有的猪仔做健康检查，加载是无啥问题。也毋过金门的猪肉制品哦，暂时袂当销来台湾，一礼拜后拢无疫情，才会来解除管制。这2天哦，伫金门计共验出13只有非洲猪仔的水流猪。来看华人本地逐工会送100吨的粪扫到宜兰的焚化炉去烧，也毋过今年的3月份开始，所有的粪扫场嘛开始宜兰的焚化炉爱处理家己的粪扫，所以逐工只有法度帮华人来处理10吨的粪扫。华人的粪扫只好先包一地一地来抽真空爱等啊明年、大年的气化炉完成，才会当把这粪扫烧掉。自从宜兰离岛焚化炉袂当阁收逐工100吨的华人粪扫了后，花莲市吉安乡的粪扫导致会当暂时伫各乡镇市的粪扫场内。目前，敢若花莲市甲吉安乡的粪扫量累积就有3.4万吨，臭味互附近的民众真头疼。那个垃圾的臭味啊，就是不好闻啊，就很不这样闻的也怪怪啊。会恶心吗？会呀，很臭啊。最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臭的时候就是那个土拉骨。过去的时候就味道很重。为了要解决严峻的粪扫问题，花莲县环保局特别为国外引进2台真空包装机，一台固定式，一台移动式，利用春秋布将压缩成圆条形的粪扫包起来，有效处理臭味飘散，避免造成环境问题。去年争取到的经费大概是约4500万，然后可以处理3万公吨的垃圾。那目前第一时间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在花莲市掩埋场这边做处理那目前试验结果其实还蛮顺利的，大概已经打包了将近12000多公吨的垃圾。另外，这寡包装好的粪扫要暂存到什么时阵？环保局表示，目前台年气化炉的工程有计7月开工，明年10月完工，11月试运转，到时阵就会当彻底解决花莲需要靠外关市斗相共烧粪扫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的往来无法度外销中国，来看婚林拿来向农会甲往来包入去肉粽，帮往来找出路。县政府农业处嘛，透过网络行销佮企业团体采购等方式，已经帮农民卖出18000箱的往来。受到疫情影响，造成往来蚵仔外销受到限制，整体销路比往年较歹。为了要帮农民找销路，咱的农会将乡内生产的往来和蚵仔。结合猪肉5个米包成往来肉粽，希望会当帮助农民促销往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凤梨生产过剩嘛，我们也要行销美食，一方面要把凤梨加在里面，让这个粽子里面有凤梨，凤梨是有酵素啊，吃起来这个粽子不但有营养，又有酵素，又爽口。文管府农业处表示，文林县种植往来面积大约930公顷。今年当采收的面积大约410公顷，占全国7%。生产期主要是4、5月份，现在等面临生产期。除了和农会以肉粽行销，针对往来加工和企业团购等的积极配合。就是全线的部分另外还有大概就是18000箱不管是团购的或者是网购商的部分，然后分别有古坑，然后跟这个林内这边他们来持续上的出货。企业界也在帮忙我们种凤梨的这样大家帮忙的话，我们凤梨这一阵子那个价钱有提高了。往来高农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销路明显减少，造成文林往来生产初期每台斤的往来无到10块，到现在透过行销通路、企业界团购等帮助，让往来计销慢慢回升。目前文林产地往来每台斤大约18块左右。记者吴念报道。
再来看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继续审xử理高中以上学校退场条例草案哦。草案中有规定讲，爱选出部分的社会公职人士来担任学校停止招生了后重新组成的董事会董事。就立委质疑讲，社会公职人士的定义到底是啥物？私立高中以上学校的退场条例草案都有12个版本，照条例审查的时阵，立委的意见拢无同，进度是真慢。初五审查一开始，教育部就先说明，专府学校的改善期袂当超过2冬，若是超过时间，就会下令停止学校的全部招生。所以，针对条例通过前已经是专府的学校，我们最多只是给他在2年，不会是3年。毋是学校家己宣布停招，就会当定做董事会，就要受处分停止全部招生了后，才由教育部重新组成董事会。而且教职员、学生甲社会公正人士出任董事的人数，袂当比总数的2/3搁较少。你们要不要去定一个办法？他们是用推举的啦，总是要有一个模式吧。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定一个办法？可能要哦，不然的话，每一个学校产生的方式都不一样啊。社会公正人士的定义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不明确的，所以我是希望是说在人数方面是能够保障包含教师跟学生的人数的部分。经过讨论，第14条规范的董事会成员，其中1/3应该由专任的教职员来担任，这也得到多数立委的支持，修正通过。那第17条有关教职员的慰问金，修正做未来只要是来做专府学校，教职员不管是啥物时阵离职，拢会当领到慰问金。那金额的限制目前是遥无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昨举办各种企业教育的成果发表会哦，一寡山区偏乡的学校虽然资源较少，也毋过学生仔的表现嘛是真精彩。咱嘛做伙来看卖。控制机器人写出物件来报考啊，佮运用 VR 科技的体验设备。嘉义县办各种企业教育成果发表会，大间学校拢展现努力的成果。教育处表示，嘉义科学分会计划已经开始规划，人才的栽培嘛要提早准备。看到不同学校的人来，我都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介绍我们自己的木工啊，或餐饮，我都就是感觉很荣幸。技艺教育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这个高职端来做一个携手合作。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在地产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在国中、高中这个阶段来做一个培育。嘉义县第109学年度总共开办180班的基艺课程，逐年拢有大约60%到70%的国三学生来上课。也毋过一寡山区较远的学校，因为学生的人数无够，教育的资源嘛相对较少，学校就要利用社区的资源，增加囡仔学习的机会。像现在学生越来越少，我们很难就是真的依照学生真的很想要像是电机、电子啊，或者是那种其他数位相关的东西，就会比较困难。我们就会把它融到其他课程，就比较没有办法用记忆教育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在开设职群的时候，也希望尽量可以符合学生的一些才能啊，然后他们比较偏向的方向，然后我们尽量的去找寻他的师资，然后也希望可以尽量跟社区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惊生少产生的问题影响到真侪学校，教育处表示，为着要照顾较远的学校学生的教育品质，嘛会尽量协助，尽量媒合社区的资源，甲学校结合，让学生有更较侪学习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哦，新竹县有一间庇护工厂，对去年开始收入就减少3成。最近每仔大厝应该家己生一寡咸酸甜哦，希望会使来增加收入。甲腌了3档梅仔翁仔拍开，店面就闻到香味。新竹县关西这间庇护工厂受到疫情冲击，人客愈来愈少。餐厅去年到即马收入对每个月40几万，落到30万，比过去落尾3成。对我们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们除了餐厅以外，还有做烘焙的部分。那我们烘焙其实需要的就是到外面去义卖，可是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有很多地方都不能去，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场合，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收入。为
为着要增加收入，员工利用4、5月是当潮时的紫苏梅啊，佮邀请家属做伙参加 DIY 活动，希望社会大众会使支持，互因渡过难关。大家互相帮忙，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一些需要照顾的孩子啊。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别人在照顾啊。我们县府其实有我们自己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会至少在我们府内会先加强推广，说，这边的产品到底有多特别，有多特殊。虽然讲疫情最近变较暗，不过员工表示，若是社会各界愿意斗3工，一定会使渡过这个难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台南将军乡的芦笋是真出名，也毋过这几冬雨水较少，今年佮拄到可旱，农改署佮推广一种滴灌栽培的技术，将每一滴水拢压伫芦笋上需要的所在，会使先5成以上的用水芦笋的产量是佮颠倒增加。涂骹这款乌乌的水管，毋是厝人一般咧用的护水管，是台南将军农改场这几年一直咧推广的滴灌技术。这款技术唔来当为今年的可旱先刮水，佫会当省真侪人工。我们是把它引进农改场的一些滴灌系统，它的好处是，第一，你可以供水平均，那肥料也可以跟着管线跑，每一个孔径它1小时可以滴1公升的水量，保持它土壤的湿度，那土壤也不会硬化。将军的土质盐分高，适合种芦笋，是芦笋的大产地。过去传统是用引水引沟的方式来灌溉。为着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辅导农民用滴灌技术，一空1点钟会当滴1公升的水，逐滴拢滴伫咧芦笋需要的所在。而且农民实际做落去发现，芦笋的产量颠倒搁较悬。产量来讲，我们觉得滴灌系统会比较好，它产量会比较高，差个应该有2至3成。因为芦笋是一款真优秀的作物，因过爱靠真侪人工来照顾。这套滴灌栽培系统，毋但省5成以上的水，佮改善传统的灌溉方式，会造成杂草发芽规世界进行，而且嘛佮较方便采收，提升芦笋的产量甲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间信仰上使人感动的，就是信众会用因上好的成果、上好的修行来敬奉神明。伫屏东的九如有种淮山甲金瓜的农民，就提因种几下冬正大粒的淮山献予上帝公，希望会使保庇大家丰收好年冬。挖山食山，挖海食海，这句话展现台湾民间的生活特色。那生活会因为环境变化，宗教信仰也会受到牵连。伫屏东九如有一位农民种出一粒正大粒的淮山，也决定要摕去献予上帝公。因为旧年我咧看伊是无遮悬嘛，咱是讲伊伫大安尼嘛是袂慢啊，是讲无搁加留一年啊，因为这好种啊，无变动啊，得好好安尼。要献予上帝公的礼物，毋但淮山，还佫有大粒金瓜。这粒金瓜就60斤遐重，真侪民众看了感觉真特别。没看过那个山药跟那个南瓜这么大的，真的太开心了。那个农民真的太会种了，我食到遮尼那几年啊，遮大汉啊，捌看过汉尼那大的山药。缺少雨水，那我们一样没有烂掉，长得那么大，大概超过80台斤。那这样的话来供奉给我们玄天上帝圣诞快乐。那我们今天选择特别提前来报喜啦，让各位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玄天上帝的一个喜气。台湾民间的活力是单纯又可爱，无论是桥、瓜仔年、四季果，也是淮山、金瓜，靠天食饭的农民用虔诚的心，甲上好的修行敬奉心目中上界尊敬的神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间民间的慈善会成立一个专门予时代种植的农园鼓励老大人种有机的菜色，佮兼运动，望讲这老大人会使愈活愈健康。这苓菜，葱啊蒜，边啊遐香菜。陈浩庆阿公甲阮小解伊的菜园，这区菜园是伊甲因某做伙咧种，收成袂歹。另外一片嘛种了真侪作物，是这位康生一个人亲手整理。这番薯啊，桥啊，拢家己种诶。
72岁康生因为捌中风，关伫厝内真久，后来因为因某领养这块地，伊的生活完全无同。但是无啥爱来，啊，倒手伊无甲招伊家己来，佮一工来甲伊挽草，家己种做有诶无？哦，啊，即摆来，佮一工来倒手来一工来2摆，伊是来遮种做，啊，甲遮互动哦，啊，互伊的病情，中风的病情煞怎好起来？这番薯啊，这真正有机的我种的咧，足好食咧。主管这区农园是在地善心林书馆的600多平的地，协助祖先会规划，专门予退休长辈会当来种植。真侪人原地咧讨海，毋捌做事，来遮才学安怎种植。我加足欢喜的，我甲袂伫厝呢，碰伊坐甲落落。迄伫厝呢哦，看电视伫坐，毋是哈伊就拄久，系啊。啊来遮做甲足欢喜的，精神阁足好的。考虑讲长辈伊的体力是毋是会堪一啊？啊，所以我家规划了6坪，包括伊的水吼，每一格内底面吼，一个长辈就是讲一个号码嘛吼，拢有一支水抽啊。包括护士我拢家己穿甲做好势。这是高雄第一个民间经营专门予长辈活动的农园，目前已经有50人领养，阁有人真有心，伫每一个菜园写一句台湾俗语。阿公阿嬷来遮种有机菜色，种植兼做运动，嘛食得健康。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过关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